高雄的中央公园有一间宠物餐厅，当初签约的时是讲要做宠物的友善餐厅，也毋过去年底煞变成是宠物活动园区来进行试营运。观光局已经要求业者要暂停营业，重新来签约。看板顶悬写着宠物活动园区，不过原本关伫4颗冷冻的动物，都已经锁入去内底，业者暂停营业。这间店原底甲观光局签的约是要做宠物友善餐厅，去年底煞向改做宠物活动园区，即卖和观光局要求停业。因为有一些没看过的动物，所以觉得蛮新奇的。但是走过去又会有一些味道产生，就不太喜欢。所以这部分应该要加强。对，我觉得应该是要加强，不然这个环境是可以，因为这边也是有落寞一阵子了嘛，然后有这样子的地方，感觉还不错。比较可以了解动物的生态，可是要做好环境卫生的管理跟安全管理。其实餐厅业者已经申请到动物展演的证照，不过管理机关是观光局。观光局表示，这间店是伫公园用地内底，要伫遮饲动物做展演，牵涉到环境卫生、动物是不是有充足的活动空间等等的问题，这都是需要好好来研究讨论的。因为这个也会涉及到包括公园还有动物福祉的相关的处理跟相关的法令，所以我们审慎以待，所以也邀请了相关局处跟外部的学者专家。针对他重新提送的案子，正在进行评估跟审查当中。公园内底敢会当开宠物活动园区，有人认同，嘛有人提出建议。餐厅业者敢若透过员工表示，会照观光局要求来办理，伊无要出面来回应。记者柯家如、柯兆雄高雄采访报道。